来，二位美女，公司的福利，每人一瓶，慢慢用啊。又是洗面的，又是快过期的，谁用啊？别浪费呀，回去给老公用。对呀，有道理。我先来嘞，明明就是我先来的，我这洗手干嘛？那你更应该排到后头噻。我说你个啷个那么不讲道理？我在这儿排了那么久，我一直排到这儿第一个，你又从哪儿冒出来的嘛？班在跟你两个说，我先来的，我先来。我都不着急嘛，我快。你一直说我慢了，我肯定比你快噻，信不信？我先来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胖的先切，胖的先切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先。你先，妈，就别担心我搁这嘎挺好的，给我爸好好的，别瞎操那个心啊。老板，走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头哪儿痛？头痛就吃药啊。药我已经吃了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舒服，我可能是感冒了，要不我请假回家，你看好吗？小李，这就是你的不对，你感冒身边是有细菌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与其传染给家人，不如传染给我们。我担心你一个人住。你别笑。怎么了这是？唉声叹气的。我最近是看什么不香，吃什么吃不下。你说我是不是要瘦了？你别笑。哟，那你得注意点啊，尽量让自己多吃点。为什么呀？说不好吗？我爷爷没走之前，也是像你这么吃不下东西的。哎呦，你别笑。今天跟你一起散步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也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谢谢，你太暖心了，拜拜。我忘也不能忘，我爱也不能爱。昨晚是不是又熬夜了？我跟你说过，不能熬夜很容易让人猝死的。你怎么能吃麻辣烫呢？吃麻辣烫很容易长痘痘的。这种碳酸饮料怎么可以喝啊？喝了这种碳酸饮料，很容易得结石的。啊！我爷爷经常熬夜，特别爱吃麻辣烫，喝了一辈子的碳酸饮料，他还活到了100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不多管闲事，